作為一個合格嘅香港人，你有冇試過企喺度都瞓得着？開會嘅時候咧就腦閉塞，瞓極都瞓唔夠，你以為係攰咧？其實呢一個係疲勞綜合症。疲勞綜合症咧並唔係攰咁簡單，包括頭痛啊、睡眠問題、專注力嘅問題，甚至乎腦霧。平時啲人以為係攰啦，所以我哋會去瞓多啲啦，做下運動啦，或者係去玩下，平衡翻個生活啊。其實你發覺唔係咁容易恢復。如果咁容易恢復嗰啲咧，就唔係疲勞綜合症啦。疲勞綜合症咧，其實係講緊一種持續嘅狀態。頭先所講嗰啲困擾咧，好多人都或多或少偶爾會發生。我哋講緊嘅係一段時間持續都係咁樣，而且我哋就算休息咧，都恢復唔翻個精力嘅。咁呢種嘅情況咧，原來喺香港好普遍嘅，每10個人咧就會有1個人受影響。呢種咁嘅狀態咧，令到我哋整體嘅生活效率啊、幸福感啊各樣嘢都會不斷去下降。咁科學頌缽點樣去改善呢個情況呢？用科學頌缽嘅方法咧，我哋會用2個手法，第一個係聲音，第二個係熱能。聲音正如我哋之前提過啦，有效降低腦部運動，將一啲嘅高頻情緒咧帶翻落去一個低啲嘅狀態，然後咧讓我哋一個深層休息之後，恢復一個正常嘅水平。熱能就可以讓我哋咧促進整體嘅血液循環，或者加快我哋嘅代謝，令到我哋成個人嘅狀態重新調整。聲音非常之簡單，利用聲音嘅特性，低頻、穩定、悠長、迴旋咧，俾聽嘅人咧可以進入一個放鬆、深層休息嘅狀態。咁呢個咧就係透過頌缽嘅聲音啦。另外啱啱講嘅熱能咧就係咁樣啦，我哋透過咧頌缽去讓佢喺感溫處咧感受到個頌缽嘅溫度，咁我哋會加啲嘅熱力落去啦，然後就做一個磨缽嘅動作。咁你會發覺咧，磨一段時間之後咧，呢個人咧就會越嚟越精神，會感覺咧個面色可能紅潤咗嘅。如果你覺得自己都有受呢一類嘅困擾咧，你可以考慮用科學頌缽嘅方式去快速幫我哋恢復精力，同埋咧最好有個缽喺屋企，你一有需要嘅時候就攞出嚟用。咁呢個方法咧就係我哋1日證書課程入面咧教授咗大家12種嘅方法嘅其中一種就係疲勞綜合症啦。如果你都感興趣嘅，歡迎報讀我哋嘅科學頌缽家庭療癒證書課程。